環，你而家要開第二個，但係會仲要第二個，你中邊個？開呢個，我中呢個，呢個咩？開，跟住鉸剪，唔係，跟住掹。個國家我講英文嘅 ，OK？ 呢個就係咩啊？俾國家俾啲術語去講，估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The answer is Malaysia. Next is this. I don't know so. 我要記住 ，OK？ 呢個一定要你知道。簡單啫，係咪？咩？我依度買完呢個地方買，呢個你知道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Japan。要咩地方？要咩地方嚟㗎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Qatar。要咩地方嚟？South Korea。做咩地方？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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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要咩地方 ？India。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Asia。要咩地方？你估下先，我寫咗咩？呢度寫什麼？Turkey，係咪？你 Turkey 咯 ，chicken pork。要咩？要咩地方？缅甸。哈？China。有冇擺？我覺得我有冇擺喎？其實有擺。你要睇仲耐啲㗎，快啲講。Vietnam。新加坡。咩國家？你自己諗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得未啊？識唔識啊？OK， 擺呢度，擺Myanmar啦，Myanmar。咩地方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馬國呢個地方係馬國。呢個地方係Nepal。我從邊個國家嚟㗎？我係香港，我係中國入邊，所以我係中國嘢。日邊嚇，我識講。係咪 ？This is New Zealand。哈哈哈哈，係咪？巴基斯坦。The answer Philippine. 咁多啊！頭先嗰啲我話自己做，而且我唔識嘅，知唔知？
我唔想要開第二個啊！我個媽媽唔俾開啊，所以我首先我要開第一個。等等先啊！